请收看大师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你伫遐看啊？阿妹，你结婚了后吼是愈来愈水哦。我，哎呦，你莫甲我笑啦，我拢也无装也无啥。我是讲正经的啦。哇，阿 Q 啊，你当时哪会嘴变遮甜啊？阿爸。王伯啊！哦，Q 啊，看你偌久无来，王伯啊，足思念你的啦。讲有影？太无影。阮阿爸哦，足思念你迄个猪脚面线，还佫遐物咸水鸡啦。好，真是嘞哦。无安尼啦，王伯啊，我吼甲我会晓煮的菜吼，拢教互阿妹啊，互伊逐工拢煮互你食，好无？无共啦，迄是你的手路菜呢，都爱你啊亲煮，爱开口才好，才会出来啦。迄别人无法度啦。做讲阿妹啊，伊佫较巧，嘛是对你袂着啦。你先坐坐啊，我来泡茶给你吼。王伯啊，你哪会当讲这款话啦？我是讲啥？哎呀，你要学我阿 Q 啊，你嘛袂使安尼讲人话。看你讲到唔对心，我讲是拢事实的啊。但我无讲阿妹安怎啦。Q 啊，咱你来吼，你就甲王伯啊吼，好啊开讲一下。我慢慢讲。啊，最近咧无用啥，厝内底拢平安啦吼。阮厝内吼拢足好的啦。王伯啊，虽然讲我甲阮阿母吼无法度出去讨海，啊，毋过好佳哉吼有请到几个工人哦，人老实，啊，佫足骨力的，阮阿母吼拢嘛足放心的啊。好，安尼哈。阿爸的这个个性，你莫见怪哦。对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恁老母最近敢有定来咧念我甲海啊？无啦，哪会啦？昨顶摆你讲迄个亲情啊，讲无成哦。啊，我煞唔敢去恁厝坐啦。啊，特别啊，为恁厝的门口经过哦，我看到咧，够该叫的咧。莫讲啦，拢是阮害啊害的啦。王伯啊，代志拢过去啊，唔歹阁讲啊啦。唉，王伯啊，你拄则吼，真正无应该讲这种话呢，安尼伤着阿妹啊。伤着阿妹啊？啊伤着就伤着安那？哎，你都唔知咧，
最近吼，我是互因老母安尼糟蹋到有够忝的啊！哈，你是讲生新娘哦？莫讲伊啦，若讲到这样就厌气啦。像阿桥啊，老实甲你讲啊，我到即摆还阁感觉吼，阮遐会娶唔着某呢。当拢是伊安尼娶你，安尼毋知你偌好咧。王伯啊，莫阁讲啊啦！但对，嘿，安尼，安尼拍嘿，洗手就好。阿母，你转来啊？吴春啊，来，先遮坐坐来。啊，你最近啊，拢定定暗时啊才出门啦？啊，你是拢走去倒位？无啊，我落去找一寡朋友开讲。吴春啊，阿母替你找着一个护士啊。是啥？啊，敢有经验？若要讲经验吼，是无几个对会着。伊是恁阿爸吼亲身带出来。阿母，你是讲对啦，阿母讲的就是阿梅啦。安尼刚好？阿凤食因兜，敢免阿梅斗相共？你放心啦，阿母甲王伯讲好啊，王伯啊嘛答应啦。阿母，你是安怎讲？我嘛无安怎讲啊，我著干那甲王阿公吼，叫伊讲做人著爱较会晓算咧。会晓算？对啊，阿梅若转来咱诊所上班哦，赚的钱一定比因爸仔囝较济啊。啊，这对因皮家来讲哦，总是有较好，无较歹啊。阿母，你若用讲即种话啦，我讲即种话是安怎？你讲即种话吼，会去伤着因的自尊心。我安尼讲是为因设想呢，是安怎会去伤到因的自尊心哈？阿母，你是咧替因设想无毋对啦。阿凤一个因家己有讨趁的方法。虽然你好意叫阿梅转来诊所上班，啊，毋过阿凤真听到伊会安怎想？伊会认为咱咧欺嫌伊，看伊袂起啊。答应哦，趁到迄落艰苦钱哦，这是事实啊。啊，我若要气嫌因哦，当初时我就袂将查某囝嫁去因平家啦。话袂用安尼讲的，人搁较艰苦吼，日子嘛爱过。就算讲日子过袂落去，人自然会来找咱斗相共。毋管安怎，这种代志吼，咱袂用主动去人提起，若无吼会去引起误会啦。是有啥通好误会啦？哈，我安尼做是为着我的查某囝好，嘛是为着因平家好。但这是倒也毋对着啦，无春啊，你嘛莫安尼黑白想好无？阿母，王春啊，你今日啉少忝嘛吼，我替你捞烧水。阿母啊，你来。这是有啥通好误会？都是足单纯的好意尔，这误会啥？王春啊，洗身躯水放好啊啦。春调，你为什么我也继续讲落去？我讲的毋对呢？啊，你本来就毋对啊！阿母吼是真正为阿梅来设想啦。善良的动机吼，爱有适当的手段做配合，若无吼，无一定有好结果的。阿母安尼做，讲我一定会去害着阿梅，你知无？无春啊，你想伤济啊啦！若准讲王伯啊，为了即款代志来见我，伊会腹肠，啊毋着收下啊！你这是啥物话啊？啥物叫做腹肠的啊？劳动者的善巧，毋是因家己爱的，是这社会无公平所造成的啦。因为社会无公平，在因的心内留有足大的伤害，你知无？你无同情人，就惨死了。搁叫人莫见怪，人若见怪，你搁骂人腹肠的，安尼敢对呢？你莫生气啦，我毋是咧骂因啦。春调，你的观念甲阿母是一模一样。你敢袂记家己的出身？你爸母是做事的，你爸爸做过有工，为什么你就无法度徛喺皮架立场去替因想呢？无春啊，无春啊，你看妈做会羞羞无？羞羞啊！春调，拄则真失礼啦，我无应该遐尔激动。袂要紧啦，就是你看来嘛无毋对，
讲这款话，确实会去想着啦。啊，毋过你嘛爱徛阿母的内面想看卖啦。阿母会做讲这款话，麻烦甲阮爸，因爸仔行好啊。来，我了解啦，啊，毋过阿母安尼做，人无一定会接受。我家己来。我出来。你莫对我这么歹好无？我若是啥物做唔对，你会好好甲我讲，我一定会改。你叫我放心啦，我拢愿意。梁局长。哎，小唐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啊，有事请教。嘿，请教不敢当。来，坐坐坐。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什么事啊？啊？您听说过林茂春这个人吗？你怎么会问起他？听说大半年前有个工厂的工人闹事，他在里头煽动了。对吧？有人到你们调查局去告状，啊？是不是那个陈老板呢？很抱歉，我不方便透露。我只是想知道到底有没有这回事。哎，你说的那个事，也不算是闹事了，是那个陈老板欠工人的薪资，工人们找他要，那陈老板嘛就找了一帮子流氓，把那些工人呐打的是头破血流的。这工人呢为了要讨回公道，就到那工厂的大门口啊，在那里啊吼一吼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就算是人之常情，你也应该往上报。怎么没有看到你的报告？小唐，我报不报告，怎么还得跟您报备吗？局长，您严重了。我只是关心这件事，想多了解一下。也就那么几个工人嘛，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。来，抽一，不抽。老实说，那些工人呢，也都是老实人。虽然是闹了点事情，不过眼看他们这个事情呢能够圆满落幕，我也就没再去打搅他们了。当然了，你要说我是存心保护他们，我也不否认。不然该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些工人呢，就靠那些钱过日子，让他们这个小小的抗议一下也没什么嘛，要不然呐，钱还要不回来呢。局长，你是想保护那些工人呢，还是想保护林茂春？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啊。面对群众闹事的场合，我们要区分开那些带头的人，还有盲从的人。那些工人不懂事盲从，我们可以搁在一旁不管。可是带头的人，说不定就是个野心分子，居心不良，怎么可以跟工人相提并论呢？你是说林茂春他是野心分子？谁知道？也许不是，也许是，也许他是个匪谍呢。事情来龙去脉，我查得清清楚楚的。他是一个医生，就因为在医院里面碰上了那些被打伤的工人，所以他才仗义直言为他们出面的。你错了，这全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你有没有查过林茂春的资料？查过了，干干净净的。干干净净。他在日本当医生的时候，就已经在搞公运了。你仔细看清楚，这些资料全部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给的，绝对错不了。这文件里面提到的山本刚，在日本已经消失大半年了。他们怀疑山本刚就是林茂春。林茂春是不是个匪谍，我不知道。可是至少我知道他是个社会主义者，是个左派分子。我甚至怀疑228的叛乱事件他也有参与，因为当时有个漏网之鱼，也叫林茂春。局长，这些事你恐怕都不知道吧？不过现在你知道了，您是警察，
我是调查局干员，您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配合才是，对不对？对极了。那就放长线钓大鱼，准备逮住这个李茂春。阿妹，真对啊，阿母咧，阿妹你内底啦？阿母，阿妹倒来啦！阿妹等来哦。哎呀，阿妹啊，哎呦，这个念念念，你睡觉有啊？来，坐坐。恁讲吼，我入去泡茶吼。阿妹啊，以前你伫诊所穿迄束护士衫吼，阿母要甲你绣着较新点点。我即摆来献互你吼。阿母，我可能无法度倒来斗3工。是安怎呀？无啦，都海啊，甲阮阿爸，规工拢咧船顶咧无闲，倒来厝无人发落袂使啦。干嘛呢？是毋是恁大官要互你倒来诊所斗3工吼？无啦，阿母，甲阮大官无关系啦。人伊平常叫我倒来斗3工咧。有影？对啊。就是讲的，无春哦，还阁咧甲我念，你知无？讲我乌白甲恁出主意啦，安尼互亲家误会啦。哎哟，一个月月结1000块哦，这钱敢遐好趁俗？亲家哦欢喜都袂赴啊，免哪有可能会生气啦。阿妹啊，你看卖，连恁大官都赞成你倒转来，你讲阿母讲安尼对无？阿母，你甲阮阿爸无关系啦，迄是我家己感觉安尼做敢若无够偌好。阿妹，啊你敢袂去考虑一下？啊，咱爸仔囝两个人哦，以前无你伫因身躯比日子嘛是过了好好，你敢一定都爱留住厝的？阿母，我即马甲较早无共款啊，较早还袂嫁出去咧厝的哦，啥物拢好讲哦，即马嫁出去啊，我是偏家的生活啊。啊，两爸仔囝两个伫安尼无闲，啊总袂使讲转来佫无饭通好食，对无阿母？毋过吼，平家日子也无好过啦。我安尼是想讲要甲恁斗3工啊。阿母，阿妹的心情我嘛会当体会啦。我甲伊共款，我希望大家会用洪台里，还佫无春。我吼是较毋甘安梅啦。阿母啊，但是咧毋甘啥的，那阮大官嘛顶下足好运的，但是啊，我讲要准备来斗3工，阮阿爸拢无互我去，伊讲吼安尼我伤忝。敢真是？正经的啦。那安尼上好啦。阿母，既然阿妹袂当转来斗3工，甲无春讲好请别人啊。嘛是着安尼啊，唉，这诊所吼，开拄啊这庄卡所在哦，就是安尼受着好头壳足疼的。要请味是请无人，啊若请有人哦，这人又搁互咱袂去的。好啦，啊无则甲无春讲啦，另外则搁食一个就好啊。阿妹啊，啊咱就留落来食饭吼。哦，袂使啦，我还佫转去煮饭咧。莫遐赶紧啦，恁着陪阿母去家讲一世啊。啊，你若真是要转去，你嘛着我去诊所，看你若遐一下，吼。我知影啦，我会去看者。阿伯，这白包吼照3顿食，啊这红的吼发烧的时阵才食，啊转去加啉一寡水。哦，多谢。休困期间就好啊吼，顺行啊。杨局长，林医师啊，你听过山本刚这个人吗？没听过。你在日本的资料，连你参加工人运动的照片都有了，你就不用否认了。局长，你既然知道那么多，那你是来抓我的喽？我是民国35年来到台湾的，经历过228，也经历过清乡。多少次我都是站在第一线上抓人，抓过的人是不计其数，抓得我手都软了。如果说抓的人都是坏人，我没话好说。可是
偏偏我抓的人都是像你这样一样，满腔的理想，热血青春，就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在你们的身上，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。你妹妹吴玉梅，她的父母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，我的父母亲也是一样，他们死在南京大屠杀里。从年轻的时候，我就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，誓死要替我的父母报仇。没想到，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对日抗战变成了国共内战，中国人打起中国人来，而日本鬼子竟然成了我们的战略盟友。妈的，我都快发疯了，我都快精神错乱了。中国人怎么可以跟日本鬼子、跟帝国主义站在同一条线上，缓过头来打中国人呢？我每抓一个人，就好像在抓我自己；我每枪毙一个人，就好像在枪毙年轻时候的我。有时候午夜梦回，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因为我看到我自己倒卧在血泊中，瞪大了双眼，在质问我自己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当凶手？你为什么要谋杀你自己？你为你袂吃袂困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杨局长，我今天来是来提醒你，小心一点。调查局已经在注意你了。你在日本的资料是 CIA 给他们的，你知道 CIA 吧？美国中央情报局。知道就好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说什么也没有用，你自己好自为之了。你知不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要打你那一棍子？因为我是带头的人。这是原因之一啊。另外一个原因，要是我不先动手打你，等你们把事情闹大了，到时候一定会惊动其他的情治单位，到时候调查局、警备总部，甚至军方都会出动的。那你是为了保护我？只可惜我失败了，因为他们还是知道了。母亲啊，叫你哪来遮？是毋是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
阿姨就经过一下吼，想说入来找我开讲呢。阿妹，你当时转来？我倒来一困啊。阿兄，迄个伊固顶，真正是来找你开讲安尼哟。啊，无找我开讲，伊想要创啥？我即马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国民呢。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拄则我看到伊的时阵，害我惊一个，就是搁发生啥物代志啊咧。啊，无春啊，我要甲你讲一个歹消息啦。阿妹啊，伊袂当转来斗相共啊。阿妹，是毋是厝内无闲，你无法度转来斗相共？啊，你哪知？我用药的啦。哈，这你用药会着。你今仔药着啊，毋过你昨暗药毋着啊。其实海的阿爸根本就无生气，颠倒啊，搁鼓励阿妹爱转来咱遮上班呢。假是阿妹伊啊，唉，毋甘因爸仔囝，所以才决定袂来。阿兄，歹势啦，我袂当转来斗相共。你转来斗相共，是毋是害你歹做人？无啦，都。啊，无就好啊。我相信吼，你有法度通够处理的，对无？哎呦，你兄妹是咧讲啥啦？阿妹，你是毋是啥物为难的代志无讲出来？哎呦，阿妹吼讲无就无啊啦。有病人来啊，我去看卖啊。你去对面等。哦。我看你去外面，我先来转啊。好啦。阿妹，我带你出去。好。阿妹，你家己保重。你若有啥物代志，做来找阿兄袂要紧。我知影。阿兄，我先来走。大胃都放咧遮，哪有水底啊去啊？是啊啦，你放在内底。你出门体啊，我炒你食。你要炒？哎呀，我来炒。啊，你啊，逐遍炒拢炒迄打水安怎食啦？啊你炒拢咸笃笃。啊，咸笃笃是安怎？老爸炒饭吼，互囝食，啊，甲囝咸是叫做疼死囝啦。啊，后生哦，啊炒饭互老爸食，啊老爸食袂落，枵死吼，这叫做不好囝，你知无？安尼我甘愿做一个不好囝嘛，袂瘾互你咸死。哎，我来炒啦。我来啦。啊，你逐遍炒迄打敢会食呢？阿爸，哎，我转来。哎，你在创啥？阿妹，啊你去上班啊？你若早转来？无啦，我就甲我老母讲，我无去上班啊啦。等到枵的，我带恁食。哎，阿妹，小等小等。什么代志？啊，你若要上班，啊，你哪无爱事先甲我参详者啊？无啦，我是讲，啊，厝的代志拢爱我烦恼，我就直接甲阮老母讲啊。啊，钱嘛哪讲啊？阮老母当然嘛是希望我转去斗相共啦，要毋过我就安尼你就转去啊！啊，莫有钱，莫咧误会讲我无要放人。阿爸，袂啦，阮老母袂安尼想啦，我已经甲解释过，伊会当谅解啊。谅解？啊，我王啊爱安怎就安怎，才需要人来谅解啦。伊毋通想讲吼，伊是我的妻母啦，啊，甲查囝嫁来平价，啊，伊就要做平价的总管，那安尼伊就错啊啦。我王啊吼，善往善，我还阁有迄种志气咧啦。伊袂放心查囝嫁来平价，这袂要紧。伊嫌我讲无替后生设想，这嘛无要紧。但是哦，伊伫咧看我无起，要用钱来甲我讲，那安尼我就忍受袂了啦。爸，我甲阿妹咧讲话，你听听啦。阿妹啊，你毋通怪阿爸吼，爱生气啦。该忍的吼，我拢已经忍啊。是恁老母软土深窟啦。我若是退一步，伊就想要进3步。袂输我踮喺面头前是一个无路用人，袂输哦，我踮喺面头前。连敢放一下屁都唔敢。阿妹啊，你也是听我话啦，倒转去上班啦。唔管哦，恁老母一个月偌济，互你月结，你一生5年哦，你都唔通甲我退倒哦。阮平价哦，无鱼啊遐钱，你知无？阿爸，阿爸，你是毋是无我这幸福？阿妹啊！应该是咧创啥啦？紧起来，紧起来啦！阿妹，你敢还佫会记得？我头一遍伫
伫林家拄着你的时阵，你生还阁真细汉，啊，生哦真可爱。啊，阮海啊，咧教你爬树啊，我咧笑阮海讲，遐细汉就咧爬树啦。后来我知影你的身世，啊，我看到你甲阮海啊，逐工爱做爱佚佗，做爱读册。我嘛是真愿望讲有一天，你会当来做我的新妇啊。但毋过，你知影无？阮平家甲林家比起来，永远是低一截啦。毋是讲我无爱你这个新妇，是你这个新妇互我负担袂起，你敢知？我知影我安尼咧讲神仙话恁两个听了阮人真不服的啦，因为伊毋是迄款人啦。我嘛知影伊毋是迄款人啊，要毋过徛在伊的身份甲地位伊永远是高高在上啦。要毋过我也听伊讲话我就是永远听到足刺激的啦。这无定着是我家己心内有病，是我行长脚大。我若是愈切，就是愈切我家己啦。是讲我看到伊，我家己就迄种自卑。阿妹，我对你讲的这那粗鲁，你搁一直叫我阿爸，我足欢喜。我听了足欢喜，可是你若永远要叫我一声阿爸，安尼你就听我话，等去诊所上班，莫搁我为难啊，好无？大概就是安尼，黑白讲话，你千万唔通放在心肝内底呢，吼。对啦，阿爸讲遐话，我袂放在心肝内。我颠倒搁烦恼阿爸。其实我今日看安尼，我嘛足艰苦的。我知影伊心内一定有足侪委屈。伊的委屈我是知影啦。毋过，嗨啊！今仔这代志吼，我袂放喺心肝内啦。我代志过去就过去啊。你是莫过去甲阿爸讲遐哦，你莫搁阿爸烦恼哦。阿妹啊，我到底是倒一世做了好代，才法度娶着你啊？我实在哦，唔愿意看到你受着委屈啦。啊，但是我好啊啦，莫等你遮塞奶啦。你紧去阿爸斗3工啦。阿爸家伫厝仔顶哦，伊会真无闲呢。去啦，遐斗3工啦。但是你爱先答应我哦，你唔通后白想哦。我会讲袂就袂啦，你紧去啦。
安尼无我来去哈。忙啊交陪，你要囝来顾。一件代志是要甲你参详一下。你是毋是要搁讲后面的代志？毋听着你讲遐话，心内足艰苦的，你知影无？免搁讲啊啦，分弟伊一定爱转去进所就对了。阿爸，做人这个世间本来就真艰苦啦，什么人无伊家己的艰苦？阿妹有伊家己的艰苦，先生娘有伊家己的艰苦，你有你家己的艰苦，你别敢无心。这我当然嘛知影，不过我、甲你、甲阿妹，咱拢是一家伙仔呢，咱阁会使讲过家己的生活，莫去插别安怎讲嘛。啊你的意思是讲别人对你袂恶毒，我可唔来家己吞落，吞袂落，家己假假死对无？阿爸，你明知我就毋是这个意思嘛，我只是想要讲，这件代志明明就甲阿妹无关系，伊过来咱兜做新妇，伊倒一点做了无好啊？你这个做大官的，你要家骂、家念，迄是应该啊，我绝对袂讲一句话啦。但是别人会安怎想，先生会安怎讲话，这根本就甲阿妹无关系嘛。我感觉哦，你即马对阿妹哦，根本就是刻薄啦。刻薄？所有的代志是为娶阿妹开始的呢。我是刚要叫伊倒转去进所，莫搁甲惹麻烦，安尼叫做刻薄？我已经受来伤啊呢，你还阁想要叫我安怎？根本一个受伤的人，要保护家己的权利都无。对啦，保定着我要做是对阿妹的无公平啦。要不我想要保护我家己，要保护我的囝，敢看我袂用伊晓？阿爸，阿妹是我的家后呢，伊什么就想要对你种一我好心尔，你煞一直甲伊拒绝，你心内在咧想讲先生娘对你的伤害，你要保护你家己。但是阿爸，你敢知影？你爱愈要保护你家己，颠倒愈伤害着我甲阿妹，你敢知影？你足自私的，你敢知影？我自私？先生娘骂我自私无要紧，连我家己囝都骂我自私，了然哦你！你啊自细你袂来看我甲念我大汉，你竟然为着阿妹啊，你来骂我自私，你是安怎嘛？你是讲要担心，想要报案？好啊！上好我跟你讲啦，你嫁袂拢甲跑出去啦！你袂安尼就管你袂掉啊啦！你袂哦，根本做侪老高困，嘛袂个看你的头面啦！要飞啊，飞啊！好了，做下决定啦！你嫁袂哦，随时跳我跑出去啦！你袂甲走动啦！好，阿爸，你莫安尼搁安气心落命好无啦？我是袂搬出去啦，因为你总有一天会老啊。万一若破病的时阵，我甲阿妹都会使照顾你啊。你要点我甲念衰啦？你袂无可能会破病啦！好啦，你袂破病啦，阿爸，你总是会老啊。等你老的时阵，有可能会行袂叮当啊。到时我甲阿妹就会使甲你扶。你要去对，阮就扶你去对；你若要去看海，阮就扶你去看海；你若要错眼六桥，阮就陪你错眼六桥。莫生气啊啦！哎呀，咱爸仔囝做我针啊，敢捌有咱遮厉害？今仔为着外人，为着阿妹啊，咱来冤家有价值。这是对啦，咱爸仔囝安尼冤，实在是无啥必要。你也安尼讲就对啊。但是阿爸，我甲阿妹做任何代志拢会替你设想，那你做啥物代志拢袂替阮设想啊？
真正的问题毋是出伫阿梅的身躯顶呢，真正的问题是你呢。我有你这个后爸，我感觉真骄傲。你若要叫我去创啥，我拢愿意。但是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安尼逼阿梅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安尼伤害阿梅呢？除了你，阿梅是我上亲上爱的人呢。敢讲你一定要安尼逼阮行到安尼走投无路，你才欢喜啊？阿梅啊，阿爸拜托你好，你转去诊所上班啦。阿爸，是毋是海有甲你讲啥？伊甲我讲啥？你应该问讲，伊甲我骂啥？海阿姨，伊骂我自私啦。我吼，若是有遐自私吼，当时吼，我就无考虑讲伊后母安尼苦毒，我早就去娶啦。海也毋是这个意思啦，你莫甲伊生气啦。阿梅啊，当阮爸仔囝做遮久啊吼，伊心内咧想啥，我太毋知咧。我知影你是好意，要留踮咧厝斗相共，也毋过，既然你甲是好意，你就莫阁害我啦。别人安尼嫌我无钱啦，无地位啦，啊讲我安怎啦，嫌我安怎，这我拢有法度忍受啦。啊海啊，自细汉到大汉啦，啊阮爸仔囝有当时啊吼，爱搭来搭去，弯来弯去，这拢是咧搭趣味、弯趣味的啦。海伊嘛还阁毋莫咧讲一句迄重话来甲我中伤，别人若要求我，海拢嘛替我出头。阮爸仔囝吼，啊相依为命较深啊，慢慢啊正经弯过。像今仔日玩了实在有够离谱啊！阿妹啊，这拢是为着你咧。阿爸是的啦，我毋知你两个冤家冤家安尼，歹势拢是我毋好啦。毋是你毋好，是我毋好。敢讲你要看到阮爸仔囝为着你安尼冤？敢讲你要看阮爸仔囝为着你安跳我面？拜托你，你莫来拆散阮爸仔囝好，你乖乖倒转去诊所上班啦！啊！好啦，爸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明仔载我就转去上班。阿妹，还佫有，你若转去甲诊所上班，你所赚的钱哦，你15002你就毋通退转来了。爸。多谢你。你爱注意啊！这唱哦，一2个月才会好，安尼啊，逐工来讲了啊，吼。好，已经多谢。顺行啊。阿梅。我会记你捌甲我讲过，你讲不管有啥物代志，拢会使来找你，对无？对啊，你也来找我，我真欢喜。阿兄，我毋知影要安怎才好，我无人通好讲，我只好来找你。是毋是转来诊所上班的代志？是毋是阿母讲的话，互阿红姐啊造成啊误会？就是因为阿母讲遐个话，才互阮同我甲海洋两个冤家。代志哪会变到遮严重啦？阿梅，我去找阿红姐讲看卖啊，好无？袂使啦，你莫去啦，你若去吼，代志会愈舞愈大条。我要安怎做，才会来斗相共？我会使倒来诊所上班吗？当然嘛会用的，
你要转来诊所上班，我欢喜就袂赴啊，还要讲啥物用的袂用的。啊，毋过阿母遐，你放心啦，交互阿兄，阿兄会来阿母吼讲互清楚的。阿兄，多谢你哦。咱两个敢着爱遐尔客气。阿兄，安尼我先来走。阿妹，当初我应该听阿母的话，带你做人家的媳妇。啊，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收办了。阿妹，我真后悔。我家己来，你，哎，无错。阿母啊，今仔下晡阿妹来找我，伊讲伊会转来诊所上班啦。真是的哦。哎，是就好诶。哎呦，安尼厝内吼闹热啦啦。安尼好诶。阿母，你有欢喜哦？阿母当然嘛欢喜，足欢喜的哦。毋对啊，阿妹敢是才甲我讲，因厝诶足无用诶，伊袂当来咱遮斗相共，哪会？毋是阿梅去找阿王正参详，阿王正体谅你思念查某囝，才来阿梅吼让咱半工啦。哦，安尼做也对啦。亲像咱阿妹吼，遮乖巧诶查某囡仔吼，不管嫁去倒位啊，人拢嘛毋甘互走。这王啊吼，开心也是一个巧巧人啦，1000块吼会当互伊生活咧几落个月安尼。迄为着钱吼，为着生活，搁较安怎讲，伊嘛一定都要阿妹来咱遮斗相共。听着啊？阿母吼，为着要逐工看到阿妹吼，安尼行这步去，你讲有赞无？当然嘛赞，阿母就老诶。有吼，足好讲话。来，紧食。阿母啊，我食饱，你慢慢来用。哎，毛春啊，毛春，等下是安怎啦？唔通讲，我永远拢会记得一个人，你知道？人讲的一句话。少年的时阵，我竟然嘛赌上惊死，嘛以违背理想，我是遐尔自私，我已经是一个真自私的后生，我惊我会变做一个真自私的老爸。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哪会讲这款败记掉的话啦？当离开我咧，阿妹。啥物也唔叫，我就上惊你离开我。你莫为着我阿爸代志来生气好无？咱做人嘛，通毋通遮尔悬。虽然阮阿爸是讨海人，你毋过讨海人嘛是人啊。咱爸妈拢是食共款味大汉，哪会分官家啦？无你即摆是咧甲我教心？人的生活毋是看外表甲只要咧分辨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自尊。阿母，咱会使随便你看轻别人吗？我叫你莫搁讲啊，你是无听是无？你目睭内敢有我即个阿母哈？无时段换你做好无？阿母，我目睭内当然嘛有受气啊。你是我的阿母，也毋过阮阿爸
伊是我的大哥，阿母，我拜托你莫看无起伊，好无？你是咧讲啥？阿母，阿母。天光不甘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问你敢有想阮？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？为你袂食袂困。问你敢有想阮？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放阮？为你袂食。